好。咱即马就来讲这理。咱即马讲是讲到伦理系，就是讲理性。这理性呢，讲到这个字呢，是孔子中心一个宣扬，也嘛是讲咱人应该爱徛伫这个字里。所以，即种咱尤其咱遇到以后，更加爱了解、爱体会。即种孔圣人呢，将理性的体用讲到最详细。这有一阵的主控，孔子的同学做这个主控，咱问老师讲如有国师有名，其言皆正，何事？那可为其理哦。那么孔圣人也甲这个主控讲何事以言，必也善哦。讲尧舜禹有并存，有仁者既有礼义礼智，既有代志。主讲两位老师讲咱咱广播的思想，会当借道众生，安尼敢是达到一个境地。孔圣人甲讲讲正是敢若到字尔，只是已经达到圣人必也善哦。尧帝甲舜帝是咧烦恼安尼做的，所以咱之外，咱大家了解。孔圣人甲咱讲，人怨何在？莫有人输人智。人离开咱无，人伫咱的身躯边尔。咱只有若要做到人就会当。所以民主伫一篇内面咱讲，人可以为尧舜，咁嘛是讲，咱来做人是已经有一半圣人、一半贤人的迄个气氛啊。因为咱若要做，咱就可能达到圣人、贤人的这个境界。因为都是人去修的，辅助圣人是人去做的，咱来了解。咱今仔日三期大概普渡，咱每一个人连几个日子外，拢得道搁学道来修道。实在讲若要达到这个境界，咱都有法度，咱拢有法度。所以这个人该归纳起来。第一个就是讲这个理性，理性就是讲咱自处理性，理就是讲基，基础的基，咱家己要下到对。求到了后，咱已经知影讲，咱本身有一个良心，有一个真的人，甲有一个假人。这个真的人本来是带来带这个假人，免有爱这个。降解来遮行功立德，使我咱的高位更加一层。但是这个真的人入来了后，煞去互这个假人甲带去甲怎啊？直接带去甲毋知影转去，去互气面苦不了，甲咱蒙蔽去。自这看唔到的物件，拢当作真的；你看无到的物件，才当作假。结果咧？咱大个退落去轮回，所以咱今仔日求道得道，咱爱从咱一个良心，来甲下伫即个人的所在，所以咱们书咧点道时阵，咱来讲，一指样样会，万万得超然。咱们书甲咱一指样样的所在，这个就是咱的真正地位。也万年会当转去，所以呢，理性就是证明了咱学问的中心爱的厉害呀。要安怎如何自处？这个自心就是体，处人之间就是用，有体一定要有用，所以得到了一定要修道。
得到了啊，若无心得，咱这个道袂宝贵。变真正道的宝贵，就是咱要修道，咱要修道。亲像讲咱来共因要做工，咱干那共因尔无去做，无当领钱，这一定道理啊。所以你若无去做，就无功德，后日就无好位。哦，所以这个相就是咱人的行为。哦，咱人的行为就是咱的相。咱无去做，无去做，咱的相就咱流露出来啊。哦，啊，这个用呢，咱发挥了这个作用，所以自处就是自立。哦，所以处人呢就是认真，咱家己自立，爱过来认真，咱家己度咱家己，哦，来求到学道，咱一定爱去度咱的姊妹，哦。自立认真，才有法达到佛菩萨的境界。哦，所以咱是姊妹，咱而且得到了，咱一定爱自处搁共同处理。所以这是真的体甲用，绝对唔能用对。哦，所以咱即摆讲来分章来念，理性为美，得到处理言理。这个孔子伊就讲，伊就甲咱讲，哦，理性上好。咱一个人来，咱去住伫迄个人的所在，这个是上奥妙。哦，咱求道了后，知影咱良心伫倒位，知影咱自处自身的本体伫倒位，咱时时爱修中，时时爱修咱的行观条。哦，伊讲咱若袂晓安尼做。咱毋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哦，叫普通世间人小啥，来遮妄想，来遮妄想。什么原因？咱来遮不要选择。所以明主呢，去见牛有用的时阵，明主去见牛有用的时阵，迄阵明主已经老，哦，所以明主这篇内面呢。自明主的见牛用来摆做第一篇，就讲咱每一个人要修学道，要会当成道，爱看理看开。所以明主牛用见着明主了，咱讲，哦，数万千里以来，亦将有益无国。讲你的老人家祖国来到我辽国，你有摕啥物件要来利益我？辽国，明主咱讲，我无别原理。哦，王啊，你毋免一喙两喙开出来讲理啊！亦有仁义之意，我今仔日呢是提真义要来互你尔。所以咱来了解，修道学道，当咱世间你若要来讲破，咱无法度通修道。所以即种呢。好，这个叫明主去见牛有用，已经老啊。哦，数这个字就是讲老人家，讲你老人家不远千里而来，来见我牛有用，你凭着什么字来互我？哦，明主就讲啊，哦，讲你太了开喙就讲你啊，我是提真义要来互你尔。讲我，明主才讲。合理我国，大夫员合理我家，事事人员合理我心，上下求真理，自国贵。哦，你王讲啊，要安怎入我的国家？那么大夫安讲，要安怎入我的家庭啊？哦，因若是普通人呢，讲要安怎入我的心啊？所以上甲下拢讲理，求真理，你这个国家会啊？哦，万兴之国，治国者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治国者必百相之家。像讲较早拢讲车辆，讲你即个规万遮车辆的国家，哦，遮个大国的，哦，要饲国军的人有几千个人啊，
因为才先知讲诶，要起迄个国军诶人有几百人，哦，帮助千年，千处绝良，不为不得已，不为何以先矣。太安尼，你这个国家太安尼，别无他，因为大家拢讲理，理讲伊来先，啊义讲伊后壁，哦，不得不良，就是讲摕无着。我冤就对啦，哦，所以未有仁义，何其亲切呀！未有仁义，为其亲切。若拢讲仁德的人，讲仁义的人，袂将士大人甲放后壁。未有义，何其君切呀！拢讲义的人，袂讲将伊的国君甲放后壁。王别法，仁义之义，何必为？所以呢，我面科来到遮，见你鸟会是家己来纪念，家己来纪念，我无客气啊。也我嘛希望你们帮你，所以还是请问咱来了解，咱来了解。咱若求着道了后，咱咪要将咱的良心摕出来做咱的主人。那么咱毋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咱嘛是一个讲无得道的人，差不多。哦，所以咱一定了解。今仔日交过去已经无相像啊，得道来到遮几十年、几年、几个月的一个时间，起码呢，咱有咱的点点书，哦，以及咱怎样负前进，伫咱的身躯边甲咱教诲。咱的前人者来讲述，甲咱宣传，有经典，互咱做证明。哦，所以咱已经了解，咱一心重要是啥货？哦，咱今仔日呢，你也看，人死有啥货呢？归空去了后，即摆拢留言用火种，去烧烧做物件不透。拢无啥货，小小了安尼一个暗时来的，哦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再来，出世无半人，死而双手嘛同讲，这真正的道理，毋是咱真咧讲尔，咱较早来讲。所以，理性为义的意思，是咱真正学问安顿的处所。哦，咱真正的功德啊。咱真正会德行安顿的处所，以人为标准。但是此外，咱爱以人为标准，达到人的境界，爱有达到人的境界。咱若袂晓选择这个人，是咱的学问修养无达到处持人的境界，就是讲咱。虽是求道学道，但是咱拢无听落，咱嘛平常无对这真理、道理一来熟悉，所以无达到这个境界，安尼咱毋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，这足重要，一种道病，空性人的道病，就甲咱讲理人为美，选择之人是上水。相水，咱若要选择钱，安尼咱做人的价值观走袂出来。人来这世间的价值，咱毋知影，咱毋知影，咱来知影咱人的价值最主要。伊若无惊咱安尼撞，7早8早起来安尼撞到因时啊，咱来困，也拄好普通人咧讲相声。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。一头出来从开始行做到一头落就来天困，安尼到尾啊！等我一口气人来，咱得着啥货无？咱有时啊爱甲想看卖啊，毋通干那安尼讲过一日一日算过一日，算讲我红食几个，红食几个啥物道理？颜如子32岁就开空的，比什么人？
比迄活到880岁个，体重搁靠加值。32号到880岁，你看差偌济？伊个价值，伊会晓选择迄个价值，3月为先，这是控制来学乐啊！要学乐到有一个性，要做到有一个性命来学乐，毋是遐简单呢。所以这圣明来讲，以外在语言啊，以外在环境对咱人影响嘛足大，所以金主食切，金币食血，金币食乌就对啦。咱今仔日得到了，咱来交德行个人做伙，毋通还阁交跋筊来啉烧酒啦，叫人做伙，所以明末3000的故事，咱每一个人都会当了解，逆色灵常，毋通拢听到足俗、足色的。甚至都会当作详细个了解。那么以内在语言呢？公孙丑来讲，公孙丑的讲评主来讲，夫人者天之正足，钱之安定。讲到这个钱，你后日倒去到西方，会见咱老母娘，会见咱祖师爷，就以钱来甲你弘你的各位。伫这世间，咱若当时时刻刻用这个钱来甲带做伙，安尼一间厝就是足万平安的一个贵体。目之其而不仁啊，嘛无叫咱毋通做不仁的工课。所以你若目之有人甲咱甲咱拖，甲咱蹲，甲你都不仁，安尼咱就是无智慧。乃至入心处事而言，这就是讲入心处事咧讲的啊。不单止入金，凡事皆以钱为主处。咱毋是讲咧选择迄个好的所在来住，看一个好的地理，住足好。毋过你若袂晓做，迄个好的地理有啥物路用？所以咱求到了后。咱一定爱以人为主张，风不如祖先，安尼才会来辜负咱的祖先，咱的士大人，咱的祖德，来到遮才会辜负着。伊若无呢，咱辜负着咱的祖先，辜负着咱的士大人，是咱遮大汉。所以民主有讲，自牧者不可无有言也，自欺者。不可无有言，家己看清家己，家己放弃咱家己，这就是自国甲自欺哦。咱毋修道，拢无人甲咱讲你袂使修道，是咱家己放弃咱家己哦。言为礼仪，为之自国，因为讲迄个无营养的话，讲迄个无下义、无下礼的这个话，这了就自博我心不能以人有义，为之自欺。讲人无法度通记在钱家己的所在，这款人呢，就是家己放弃咱人，咱家己的人格，家己放弃。人是安体，义是正道。人就是要互咱摕来安置咱自性的所在，咱良心找倒转来。要传输咱的前人者先传，甲咱讲足侪即个行规，互咱了解钱就是咱一件足万贵强、风水处去足万个安体。那么义呢，是咱每一个人应该爱行正道。毋过即摆人安怎？抗安体是义，下正路而不由，爱善。这边主大家讲大概一间足好的厝，足好的厝咱毋去住，一条足正经的路咱毋去行，名主要甲咱讲哀哉，就是讲可怜啊，悲哀。兄弟姊妹，咱若真正袂晓修道的人，圣人过去就甲咱讲，
2000多年前就甲恁讲，咱是足悲哀啊！咱即摆会使继续悲哀落去，会使。既然是咱了解，咱一定要反倒转来，咱甲继续悲哀落，是咱家己吃亏，咱家己要记落第二期轮回。后日，咱毋通怨叹别人，家己要清家己的心肝，毋通讲人别人拢无甲咱救，咱一定要了解，这是孔夫子伫理性第4章的内面的下章，讲得不处人言立地。你莫讲咱的头脑偌好都偌好，可是咱做人做事拢违背了钱。你头脑偌好，人讲你是蠢呆子，这是这个问题。圣人就是自早就安尼甲你讲啊，讲咱无智慧。第2章，自愿不仁者不可以求自用，不可以用自乐。仁者安仁，利者利己。孔圣人讲，无仁德的人，伊无法度。通真正制约，就是困难、困苦、生活就困难。伊讲本身无仁德的人，伊无法度通处在足环境足歹的情况下，安尼生存落去。不可以用自乐。伊若富贵好业，伊无法度通长时间来享受。仁者安仁是仁之体。有真正的，伊真正修会安住神的所在。智者是仁，有智的人，伊所做出来工课，拢对人有作用。所以真正安仁是仁之体，智者是仁是仁之用。所以孔圣人咧讲，体甲用拢互咱讲出来。咱平常爱用心存在咱本性。甚至咱咧做工课啦，伊社会咧生活，咱咧记忆动，咱要行钱，安尼才是真重要。这种是孔子甲咱人回应环境而丧失了本身的仁德。是，仁是儒家行道的基地，仁是咱儒家行道最高的目标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就到了，咱一定从这个仁做咱做人的目标，做咱做人的目标，咱做人才会去做对的，甚至呢，咱才会违反着社会，违反了人群，既可以处用困用，又可以处乐。咱若真正会当行仁，咱无论偌困难，咱都有法度通过生活。咱无论偌富贵、偌好业，咱就是拢过咧安安稳稳、平平安安。要把孔夫子的俄勒难言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罗行。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太闲处己。所以，咱来看，咱有操工落遐困难无？无。可是伊遐尔困难，伊有法度通修到福成的境地，所以这是以颜回来做咱的目标。咱颜回是以上的目标，以顺的颜回伫因《论语》内面，《论语》内面伊安尼讲：顺好人呀。好人了，有为者亦作事。顺是啥物人？我是啥物人？我若要传顺地安尼做，我嘛会传安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伊就是我得通守住迄个顺地的困难的条件，伊才今仔日成就甲福盛。虽是32岁就归空的，可是伊的果位达到福盛的境地，咱来了解。咱若要安尼做，咱嘛会当成圣人啊！所以只有极苦仁德之修之人，
才能安有情，有情德的心的人，才有法度安有情啊。是讲得道了后，咱时时刻刻会咱做咱自身的本体，下伫咱的这体内面，咱就有法度通做到从平顺泛起。一旦救除困强，不是反复脾气，就是作奸犯科。反倒转来讲若无安尼做的人，一旦处在困强的时阵，就反复脾气，就讲，我着求道，着咧修道，着咧学道，是安怎上天当对我遮歹，互我遮瘦，互我遮困难，发脾气。兄弟姊妹，你若要修会发脾气的，袂啊！甚至着作奸犯科。我身体有假，伊若无我今仔会遮困难，所以伊着违背良心的代志，拢会做出来。所谓君主过强，小人用私难易，咱来了解。孔子带众弟子去周列国，来到临泉，泉阳，来到临泉泉阳，含饭通食都无，主路就发脾气。起来敬问老师，主路啊，君主有强老师啊，咱到处排道咧周列国，君主咧学君主的道，咱敢有遮强呢？遮困难呢？有道上天才能靠遮大呢？孔子就来讲，君主过强，小人用私难易。主路听到孔子讲即句话，尔怎啊点伊，怎啊提伊？是君主才有法通过强即个困难，小人呢拄着这困难就放落去啊！你才讲靠遮上天之成全，咱今仔伫遮去修考是上天成全咱呢？毋知讲天才之业，天才之业，报之行也，二三祖家行也。毕竟带拄着即段考，是毋是我孔武的大幸？恁伫遮叫我接受考的人，拢过关。所以咱修道一定要注意，袂使无注意啊！所以君主爱拥护咱的困难，小人呢用私难易，小人有着困难。伊就帮你马马虎虎啊，就是基础语言啊，就是咧讲安尼啦，所以不勤之人不但不能救除困强，而且也不能救除富贵，不勤的人不但无法度通救除伊困强，嘛无法度通救除伊富贵，因为小人一富必骄。小人，那互伊较会当过，伊就骄傲啊，伊就骄傲。那么一贵必强，即互伊得到机会尔，伊就笑着咧，讲就是笑尔。一贵必强，只有具备高超人力修养的人，只要具备了高超人格修养的人，以前为入心之本，以前为做伊入心的。本质，以智慧做事原则，用这个真正的智慧来做伊做事的原则。凡事都不受环境左右，凡这个做啥物代志，无因为环境好甲歹来左右伊。所以必须透过学才能真理运用。所以兄弟姊妹。咱求道了后，一定要透过学道，咱才有法度人甲智两项来并用。孔子赞曰：好人不好学，其备也无。好人爱搁甲好学，就讲咱将人乃是咱本身，下伫咱的本身内面，也咱搁时时刻刻来学。那无呢，咱只是一味好人，而不当时兼好学，
将产生了明白，敢若一味好心，也咱过来好学，咱无法度有笑的竿头渐进一步，咱无法度通搁继续进步出。咱的成果，咱的高位就有限，所以咱来定足注意，所以会产生了明白。而这当中有着考，也就叫考变过，变为无卖，变为一来无无。所以用中庸来讲，安而行之者，人之安然也；利之行之者，利之利之也。中庸在讲讲，安而行之者，一定到了后，将这个人那个排你那本心，去着过来做平安，做快乐。所以修行人，咱会感觉讲，你来家己笑意思，因为咱本身将这个人来伫咱遮做咱的主人，咱逐日的一举一动拢无违背了良心，嘛无人咧责备咱，也嘛逐项拢做顺遂。所以咱过日足欢喜，所以安而行之者，对人之安然也。那么利而行之者，对之利人也，做什么事拢无违背良心去做代志，事事项项做咧拢足顺遂的，这才是利之利人。安人乃安有乐体，利人乃利有德用。安人的人，就是讲安乐体来的。咱的道的体就是钱啊。那么利人的人是利有德用啊。这个利人的人，就是咱时时刻刻一举一动一念头拢有德所以之外，咱爱念念可过天，事事可过日。咱一念拢爱当过年，咱一事拢会当过日，无咱思念之念。所以孔子为前为上来讲，诗300一言一别一段，书无暇。诗经300好8种，一句话总来形容。读诗经是要陶冶咱的思想，互咱的思想无邪念。咱今仔日就咧修道，咱的思想拢袂使有邪念，咱的思想拢爱有正念，所以咱念念可过天，所做出来代志拢正正确确，所以咱事事可过日。无咧讲，你就通甲别人讲咧，安尼一句话咧，你讲这代志，就是有你的，你就是有私心啊，也无太会使别人知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。袂使无了解，无了解，无采咱咧修道。所以体用爱兼顾，内外并行。体甲用两项爱搭咧行，内甲外爱并行。内有仁，外有礼。性命相修，内修善，外修明。四颗明心见性，安尼才有办法到明心见性。回归本来，回到等于咱离开三山坡流无流的所在，迄个原体，咱爱了解。三山坡离开流无流，本来咱是理解人啊，可是对了，三山坡离开流无流了，就是要起解，对了起解是着起变。咱无看，如何抢界是着物欲，咱袂卖，所以人讲起变所趋，物欲所变，所以咱伫遮看安尼忙，这事实代志，你也甲晓，有影就是，人是求道学道，咱才知影钱是啥，才知影义是啥，要对倒去行讲就得出来。今日透过求道学道，咱来学。了咱境界当了解，咱的人生的价值观，咱直接走出来。所以咱一本《论语千字》，摕转去有时间就甲看。我发现真诶，
我今年后边啊，大家要等几下去了，我逐本钱都赔拢掉。嘿，唔是互咱遮看啊，嘿，就是要互咱当做看。哦，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义啊。这论语内面就安尼讲啊，温是过去圣人先人所遗传下来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真理，可以做咱的老师。咱唔是要去做别人老师哦，做咱的老师，用迄真理来带咱行正道，这才是正确的。所以你若讲圣经，观自在菩萨，伊在我看，他用观，爱对，用你的心观，爱行清法界不落倒心经，照见我唔该讲啊，哦，爱行清代这边呢。你嘛讲行浅呢，无法度。哦，咱真了解是恁批模尔呢，所以爱时常看，搁再看。所以第一句，《论语》第一句讲：学而时习之。学了后，时时刻刻来分析。哦，答不了。看了后，你心肝来欢喜呢。哦，原来人生就是安尼哦。我今仔日我找到正路啦，哦，所以你只我到发挥了外项功夫，唔通有凭自原拢来，不言落后。哦，你只我到为了亲民度众的功夫啊，我出到后面亲民度众的功夫，得着有咱的朋友、咱的亲情来，拄着见着就欢喜。哦，所以讲有凭自原拢。原拢来配合，人不知而不闻，不亦君子乎？修道毋是要知，修道是要互我家己知，达到君子的境地，遐尼之外，哦，安尼，但是咱真正目标。所以《论语》规本节内面就是咧讲这三方面，有这个凡夫透过了学，透过了行功立德。你要真正达到君主的境地，孔圣人才应该安尼讲啊。哦，伊讲的话，咱拢爱记咧。圣人无不得而见而得见君主者所可。圣人我记袂记？可是我若咱见着君主，我就足欢喜啊。那么君主是啥？君主就是叫圣人学习，所以咱一定爱。体定面拄对来看，拄对来看。哦，咱1本1000、2000多年了，无甲钱，咱无甲钱，有见咱无？咱怀前先生伊哪人讲啊？足一样车，无30几落岁数，看看了就甲点仔甲看看了就甲点仔甲，伊就无迄个老的价值啊。那么1本钱咱再老2、3千年，也不老咧，伊有个价值的所在。哦，所以咱来看，真正爱甲看。咱才会可以为师，但有为第一期内面的艺术来做咱的老师，带咱登西方这个讲，咱的人生才有价值。无来这样，咱对人来啊，对人走来。哦，你看看各地遐咧讲，天堂有五灵气，地角无五天出道，但是起码咱对这个了解。哦，所以。来看第3章，为人者言妄言，孔子讲，明日。